大家好，我係賽馬會痛症能量計劃嘅體適能導師圈姑娘。今日咧想同大家咧瞓喺度做伸展運動嘅喎，因為咧有時聽到老友記話，一起身嘅時候啦，關節同埋肌肉咧都會有好僵硬嘅情況啊。所以咧我哋準備咗6個伸展動作咧，同大家一齊做嘅。事不宜遲啦，跟住我一齊做伸展啦喎。好，依家咧我哋準備開始做一啲熱身嘅動作先。咁我哋咧會將我哋嘅雙手咧向上下擺動，大概10至20下嘅動作慢就可以㗎啦，唔需要太快嘅。係啦，我哋喐動到我哋個手就可以啦，盡量有幾多得幾多。如果覺得咧有緊有痛嘅話咧，去到嗰個位置就可以慢慢翻落嚟，保持住呼吸。期間咧唔好覺得有太痛、太唔舒服嘅感覺，因為只係輕輕做下一啲輕量嘅熱身啫。保持呼吸。我哋做完上半身嘅熱身之後咧，會做埋條腰嘅熱身嘅。咁我哋咧可以輕輕動起我哋雙腳啦，雙手咧就擺喺床上面，或者咧擺喺瑜伽席上邊平放就可以啦。然後咧我哋可以咧將隻腳咧左右擺動，一樣都係左右擺動一下。咁我哋做10至20下。咁呢期間咧，記住隻腳咧唔好飛起咗啦，或者冇合實，輕輕咧擺動就可以啦。上身咧記住都要貼實我哋嘅個床啦，或者個瑜伽席嘅，就唔好咧成個人咧都打側咗，慢慢擺動就可以㗎啦。記住保持住呼吸。左右一邊兩角為之一組，好，而家咧熱身咧就已經做好㗎啦。咁我哋咧首先咧就第一個動作啦，我哋就會做我哋嘅肩部嘅拉筋動作嘅。咁我哋可以點做咧？一樣啦，我哋可以動起腳趾。然後咧，雙手扣起，有一邊手咧有機會係比較弱啲嘅，咁我哋咧可以慢慢輕輕咧帶動佢就可以噶啦。去到一個合適嘅位置咧，你覺得有少少拉扯嘅感覺咧，你就可以停喺嗰個位置啦，大概30秒。期間咧，我哋記住保持呼吸。如果太痛太辛苦嘅話咧，可以向上翻少少。如果唔係咧，我哋咧就可以繼續保持喺呢個動作度。繼續保持住呼吸，腰部咧記住咧貼實張床嘅，唔好咧凌空得太多啦。期間你唔好覺得有手臂嘅感覺，好，慢慢放鬆翻落嚟。我哋輕輕唞一唞咧，就可以做第2組㗎啦。咁你唞個時間咧可以係5至10秒。可以嘅話咧，我哋又重新再開始啦，扣起雙手，然後慢慢抬起，感覺到咧手臂咧或者膊頭位置咧有拉扯嘅感覺就可以噶啦。咁拉扯感覺要自己接受到啦，唔好覺得太痛或者太辛苦嘅，保持住呼吸。
一樣都係每次咧，我哋會做20至30秒嘅。好，放鬆，慢慢翻嚟。一樣啦，組同組之間咧，我哋都會休息一陣嘅。休息嘅時候咧，你可以放鬆雙手啦。咁啊，輕輕擺動下都可以嘅。好，最後一組啦，我哋一樣扣住雙手，然後向上抬起。保持住呼吸。每個拉筋動作咧，我哋至少咧會做3次嘅。可能第3次咧，你已經會覺得咧嗰個拉筋嗰個情況咧個感覺會好咗啦，個幅度都會多咗嘅。相對起第1同第2次嚟講，咁記住咧，一樣都係保持住呼吸，唔好覺得太痹太痛嘅感覺，拉筋感覺自己接受到就可以啦。好，慢慢呼氣翻落嚟。咁膊頭嘅拉筋動作咧，我哋就完成咗啦。然後咧，我哋咧就會做埋咧一個咧拉下背啦，同埋拉個屁股嘅動作嘅。咁啊，我哋一樣咧維持喺動起腳嘅狀態。然後咧，我哋輕輕咧將一隻腳攬起。我哋盡量咧都會揀攬喺大髀嘅內側後邊，即係個後方嘅。係啦，輕輕攬住向自己個心口度，然後咧，如果你想個下背個感覺大啲嘅話咧，我哋就將另外一隻腳咧就放平，咁你下背咧拉筋個感覺都會再大少少嘅。保持住呼吸，一樣咧，我哋都會做20至30秒為之一組嘅。好，然後慢慢翻落嚟，呼氣。好，我哋做另一邊腳一樣啦，雙腳可以動起先，然後咧手放喺大髀後邊，輕輕咧將個大髀拉向自己嘅心口。可以嘅話咧，個拉扯感覺接受到嘅咧，你又想拉埋個下背位置咧，我哋可以將另一隻腳咧都放平佢，咁個拉扯感覺咧會大一啲嘅。期間我哋記住一定要保持呼吸，唔好閉氣。如果閉氣嘅話咧，對身體就唔好啦。好，呼氣慢慢落翻嚟。一樣啦，左右邊為之一組嘅。咁我哋可以咧做完一組之後唞5至10秒，然後咧我哋就再開始做第2組啦。一樣，我哋動起腳，手放大髀後邊，拉翻嚟我哋個心口位置，然後咧另一隻腳咧可以輕輕放平佢，拉扯感覺會再大啲啦。保持住呼吸，20至30秒。期間嘅拉扯感覺咧，記得要自己接受到嘅，唔好太難受。好，慢慢放鬆翻嚟。好，換邊咯喎。記得咧保持住呼吸。手咧穩定咁捉住個大髀後方就可以啦。期間你唔好覺得咧有痹有刺痛嘅感覺。OK， 慢慢放鬆翻嚟。好，第2組完成，一樣咧都係組同組之間咧，我哋都休息翻5至10秒鐘。如果咧你發現呢個腰部咧可能已經覺得太辛苦、太唔舒服咧，都會建議你哋墊現翻個毛巾啦，喺嗰個腰同埋個脊或者你張床嘅中間位置，等你嘅腰部咧會舒服啲。咁你咧開始第3組啦，一樣拉近自己心口，另一隻腳咧可以放平嘅，同埋拉扯感覺大啲啦。
記得拉扯感覺接受到就可以啦，唔需要太勉強嘅。保持呼吸。好，呼氣，慢慢落返嚟。好，換邊。一樣拉近自己心口就得啦，盡量就可以㗎啦。踩地另一隻腳咧，可以慢慢放返平佢，拉扯感覺再大少少嘅。記得保持住呼吸，唔好閉氣。拉筋感覺咧，自己接受到就可以啦。如果佢冇辦法拉得太埋咧，我哋可以放輕鬆少少都得嘅。好，慢慢放鬆返嚟。好，呢個下腰背嘅拉筋啦，同埋臀部嘅拉筋咧就完成咗啦。咁下一組動作咧，我哋會做一個咧拉你哋嘅腰部位置嘅。咁啊，大概係個腰方肌嘅位置啦。咁我哋會點做咧？先動起一邊腳。然後咧，佢可以慢慢挨低，手放住喺大髀外側，另一隻手咧我哋打開嘅。慢慢咧，我哋將隻手壓低個大髀。有需要嘅話咧，你可以將個面望向你嘅手板位置。記住啦，呢個動作咧，我哋嗰個膊頭咧唔好升高嘅。上背咧盡量貼住我哋嘅床啦，同埋我哋張瑜伽席，保持住呼吸，一樣都係30秒。好，慢慢呼氣返嚟，換邊我哋繼續啦，一樣都係動起一邊腳，手放大髀外側。上身咧手打開嘅，手咧要用少少力咧撳住隻大髀落去個地下度，盡量就可以噶啦。然後咧我哋咧可以咧，你想個拉扯感覺大啲咧，我哋將個面咧都面向埋，打開手嗰邊嘅手掌位置，咁啊拉扯感覺咧有機會會再大啲。保持呼吸。好，慢慢返嚟，一樣啦，兩邊做完為之一組，組與組之間咧，我哋唞5至10秒鐘。咁唞嘅時候咧，你一樣都可以輕輕咁樣擺下腰，去做一啲舒緩動作都可以。好，第二組我哋開始啦，一樣啦，我哋動起一邊腳就可以啦。手咧，我哋放響大髀外側，輕輕咧撳佢落去個地下嗰邊。記住咧，膊頭位置咧就唔好飛起咗嘅。另一邊手咧一樣都係打開。可以嘅話咧，你可以面向手掌個位置，拉扯感覺再大啲。保持呼吸。大概咧做20至30秒都可以嘅，呼氣慢慢返嚟。好，換另一邊腳啦。手繼續打開，擺喺大髀外側嘅手咧，可以輕輕俾啲力咧撳佢落去嗰個地下嗰度嘅。然後咧，我哋面向住手掌位置咧，拉扯感覺都會再大啲。保持呼吸。好，呼氣慢慢返嚟，然後咧我哋都可以咧做少少休息啦，大概咧休息5至10秒鐘咧，咁我哋就可以再去下一組㗎喇。你可以輕輕擺下個腰啦，做啲舒緩嘅動作。
好 OK 嘅話咧，我哋又可以咧動直一隻腳就可以啦，另一隻腳放平。咁你手咧輕輕抵住喺大髀外側，手咧我哋可以打開嘅另一邊，撳住大髀嗰隻腳咧，可以俾少少力咧，將佢咧撳落去地面嗰邊。期間咧，你記住咧上背咧唔好離開咗個地席啦，或者係離開咗張床嘅。個面咧你都可以輕輕咧望向手掌嗰邊，拉扯感覺會大啲嘅。期間咧，我哋記住保持住呼吸，好，慢慢呼氣翻嚟，放鬆。好，另一邊換邊啦，手掌向外打開，撳住大髀嘅手咧，可以輕輕俾多啲少少力嘅。將佢撳向地板嘅位置，撳得幾多得幾多噶啦，唔使勉強嘅。個面咧，我哋可以輕輕望向手掌，保持住呼吸。期間你有冇覺得你太痛太辛苦嘅感覺嘅？只有輕微拉扯感覺就可以啦。OK， 好，慢慢放鬆翻嚟。咁呢個咧腰嘅拉筋動作咧又完成咗啦。咁我哋咧之後咧就會拉埋啦屁股嘅深層嘅肌肉啦，我哋嘅梨狀肌。有時候咧我哋坐喺度咧好難拉到嘅，咁我哋就可以選擇瞓喺度拉啦。瞓喺度拉嘅時候咧，我哋可以翹起腳啦，然後咧輕輕抬起隻腳，手捉住咧大髀後方就可以㗎啦，一樣。有需要嘅話咧，如果你捉唔住個大髀後方咧，利用毛巾都可以嘅，嚟保持呼吸，輕輕咧將個手咧俾啲力拉向自己嘅心口位置。期間你會覺得屁股咧會有拉扯感覺嘅，保持住呼吸，一樣都係20至30秒都可以嘅。唔好覺得個腰會太痛啦，個頭飛起咗又唔好啦。好，呼氣慢慢翻嚟，然後放鬆。好，另一邊啦，一樣翹起腳，你輕輕咧將隻腳抬起，手放大髀後方就可以啦。冇辦法拉到隻腳嘅話咧，請你使用毛巾咧去幫助你拉個大髀去你嘅心口位置。期間咧記住保持住呼吸，屁股咧有拉扯感覺就 OK 啦。記住啦，我哋個頭啦，同埋個上背咧唔好飛起咗，冇貼實張床或者個地席嘅，保持住呼吸。OK， 慢慢翻落嚟，放鬆。第一組完成啦，一樣咧，我哋又可以輕輕做啲擺腰嘅動作去放鬆下、舒緩下嘅。放鬆咧，我哋可以做一個5至10秒嘅休息啦，之後我哋就會做下一組噶啦。好，一樣翹起隻腳，然後攬住大髀後方，將隻腳咧拉近自己嘅心口位置。記住啦嘅時候，呢個時候咧唔好令到個頭飛起咗啦，又或者個上背離開咗個床或者離開咗張地席，咁就冇啦。我哋要平瞓嘅，輕鬆嘅，屁股有輕微拉扯感覺就可以啦。拉扯感覺自己接受到，好，慢慢放鬆翻落嚟，然後換邊啦。記住要俾少少力拉近自己嘅。第二次咧個拉筋感覺咧可能會比第一次好啲嘅，因為我哋至少咧每次拉筋咧都會做3次左右為之一次。記住保持住呼吸，做拉筋嘅時候咧唔好閉氣，或者有覺得刺痛或者鼻痛嘅感覺。好，慢慢放鬆翻落嚟，然後咧又可以稍作少少休息。
大概5至10秒鐘。好，又可以翹翻起隻腳啦。手放大髀後邊，拉向自己，盡量拉就可以嘅啦。記住保持住呼吸。大概20至30秒都可以嘅。千祈唔好閉氣喎。好，慢慢放鬆翻，擺翻低隻腳啦。好，然後換邊。如果感受到咧屁股有拉扯感覺咧，就已經好好噶啦，唔需要咧強行拉得好多。又或者咧，令到個拉扯感覺咧自己接受唔到嘅，非常之痛嘅，就唔太適合啦。繼續保持住呼吸，我哋咧會拉20至30秒嘅。好，慢慢放鬆翻嚟。OK， 好啦，咁我啱啱咧就同大家拉咗個梨狀肌啦，依家咧就會同大家咧再拉個大髀嘅前方嘅股四頭肌嘅。咁我哋咧會打側身嚟拉嘅。嗱，我哋會先打側身啦。咁如果咧我哋有枕頭嘅話咧，可以枕住喺個頸嘅位置啦，即係頭頸嘅位置啦，或者你可以好似我咁使用個瑜伽磚。又或者咧，你兩樣都冇嘅，你就可以枕住隻手都可以嘅。唔係你自己選擇一個舒服嘅位置就可以啦。咁咧，然後咧，我哋打側身之後咧，我哋手咧就扣住我哋手腳腕嘅位置。嗱，前腳咧我哋可以保持少少微曲啦，後腳拉住嘅腳咧，我哋可以輕輕指向正下方，保持住呼吸。期間咧，感受到大髀嘅前方有拉扯感覺就 OK 啦。呢樣咧，我哋都會拉30秒嘅。OK， 好，慢慢放鬆腳翻落嚟。我哋咧一陣間會換邊嘅，咁我哋可以唞一唞先，然後咧做完一邊腳，再做另一邊。咁咧呢邊腳咧一樣都係唞5至10秒鐘。期間咧你條頸咧唔好覺得太過唔舒服嘅感覺。好，我哋做第2次啦，一樣手輕輕捉住腳腕嘅位置，然後咧個膝頭哥咧我哋指向正下方。盡量咧嗰個膝頭咧都唔會飛咗去外邊嘅，我哋指翻向正下方就可以啦。保持住呼吸，感覺到咧大髀嘅前方有拉扯感覺就可以啦。拉扯感覺自己接受到嘅，唔需要太過勉強自己。好，呼氣，慢慢放鬆翻嚟，又可以唞一唞先。好，我哋做最後一組，一樣手捉住腳腕，膝頭哥指向正下方。靠近地嗰隻腳咧，我哋可以輕輕咧曲曲地擺向前方嘅，咁咧就會有助我哋平衡。記住保持住呼吸。呢樣啦，唔好覺得太痛、太唔舒服嘅感覺。好，呼氣，慢慢翻嚟。咁我哋就會換另一邊腳噶啦。好，另一邊腳啦，我哋一樣開始啦。
腳咧貼地嘅腳咧，我哋可以曲曲地，然後咧一樣捉住腳腕位置，然後膝頭哥指向正下方，大髀咧有拉扯嘅感覺就可以嘅啦。咁啊，唔好覺得太痛太辛苦啦，保持住呼吸。膝頭哥咧，千祈唔好飛咗去外邊啦。好，呼氣，慢慢翻嚟，放鬆下先。然後咧，我哋可以放鬆10秒鐘啦。咁你先至換下一輪嘅動作。好，第二組啦，一樣手捉住腳腕嘅位置，膝頭哥指向正下方，大髀前方咧有拉扯嘅感覺就可以㗎啦，唔需要太勉強自己嘅。膝頭哥記得係指向正下方，保持住呼吸。後呼氣，慢慢放鬆翻嚟，一樣我哋唞翻5至10秒鐘。每組動作咧，我哋可以做3次，咁啊每邊腳都最好就做到3次就最好啦。好，最後啦，我哋又捉翻住自己嘅腳腕啦，膝頭哥指向正下方。大腿咧有輕微拉扯感覺就可以噶啦，有機會咧你喺今次咧第3次嘅拉筋動作嘅途中咧，你會覺得同上2次比較咧拉筋嘅感覺咧好似鬆啲，又或者咧嗰個幅度已經多咗好多啦。記住，膝頭哥指向正下方，保持住呼吸。好，呼氣，慢慢翻落嚟。好，跟住咧，我會同大家咧利用毛巾啦，或者一條拉筋帶啦，去做一個拉大腿後方嘅拉筋動作嘅。咁一個毛巾啦，或者你條拉筋帶咧，最好咧就箍喺我哋嘅腳弓嘅位置，即係足弓嘅位置。咁咧最好咧都使用一啲咧冇彈性嘅，就唔好使用你嗰條橡筋帶啦。係啦，如果你咧綁好咗嘅話咧，我哋輕輕慢慢抬起隻腳，手咧記住放喺肚前方，腳咧盡量係伸直嘅，係啦，盡量得㗎啦，舉得幾高得幾高，保持住呼吸，大概都係拉20至30秒左右。期間咧，你會覺得咧成個腳嘅後方啦，你嘅大腿啦，你嘅小腿咧都會有拉扯感覺嘅，記住保持住呼吸。好，我哋慢慢翻落嚟，完成第一組啦。咁樣咧，你可以鬆下隻腳先，之後咧我哋再做第2組嘅。一樣咧，你可以唞翻5至10秒鐘先。咁等啲肌肉緩和一下，咁個下次嘅拉筋效果咧，亦都會好啲嘅。好，我哋準備第2次啦，輕輕抬起隻腳，記住咧手放喺肚嘅前方，唔使太用力嘅，只係唔想隻腳跌落去嘅啫。保持住呼吸，感受到咧你嘅腳嘅後方啦。大腿、小腿嘅位置有拉扯感覺就非常好啦。腳咧盡量係伸直嘅，係啦。如果你有少少輕微曲咗咧，咁你就唔好拉得咁高，反而隻腳要直一啲。保持住呼吸。有呼氣，慢慢翻落嚟，放鬆。一樣咧，我哋會唞翻5至10秒鐘，咁啊，我哋可以去下一輪第3組嘅拉筋動作噶啦。
好，呼氣，我哋咧慢慢抬起隻腳，手咧記住放喺肚嘅正前方就可以啦，就唔使話拉得太高啊咁樣嘅，保持住呼吸。一樣啦，隻腳咧有直嘅，盡量直就得㗎啦。如果你咧咁樣曲咗，就未必有拉筋嘅感覺嘅。如果太辛苦咧，我哋放翻低少少都 OK。記住保持住20至30秒，保持住呼吸。後呼氣，慢慢落翻嚟。然後我哋換另一隻腳啦，一樣咧，我哋會將個毛巾啦，或者你條拉筋帶咧，都係放喺腳弓嘅位置嘅，個足弓嘅位置啦。係啦，一樣咧都可以慢慢輕輕先至抬起佢嘅，綁好咗先。然後咧，我哋輕輕抬起，記住咧腳要伸直嘅，會覺得咧會有拉扯感覺嘅，個腳嘅後方。即係你嘅小腿啦，或者個膝頭哥後邊啦，或者個大腿後邊咧都有機會有拉扯感覺嘅。保持住呼吸，腳咧記住咧都要輕輕伸直少少嘅。如果太曲咧就冇咗拉筋嘅感覺嘅。手放喺肚前方就可以啦，保持住呼吸。OK， 我哋可以咧慢慢放鬆，呼氣翻落嚟，然後咧又可以休息5至10秒鐘。好，第二組我哋開始啦，一樣都可以抬起腳，輕輕拉起就可以啦。然後咧，我哋隻手咧可以放喺我哋嘅肚嘅正前方，記住咧腳要輕輕少少伸直嘅，保持住呼吸，覺得咧有拉扯感覺就可以啦。千祈咧唔好覺得有痹痛或者刺痛嘅感覺，保持呼吸，唔好閉氣。好，慢慢呼氣翻落嚟，然後又係放鬆下先。等隻腳咧有啲緩和嘅感覺咧，下一次拉筋咧嗰個感覺咧會比較再明顯啲嘅。休息咧可以5至10秒鐘都 OK 嘅。好，我哋輕輕抬起腳啦，做第3組最後一輪啦。手咧記住放喺個肚嘅正前方就可以嘅啦。腳咧微微伸直，覺得咧腳嘅後方咧有拉扯感覺咧就非常之好噶啦。千祈咧冇覺得有痹痛或者刺痛感覺。如果條腰有唔舒服咧，我哋都會建議大家咧都墊一個毛巾咧喺條腰同埋你個床或者你張瑜伽席嘅中間。等佢保護下條腰有啲承托力嘅，保持住呼吸下。好，呼氣慢慢翻落嚟，放鬆。好，今日教咗大家咧呢一套運動，希望咧幫助到大家咧去舒緩下自己嘅痛症。咁啊，記住多啲要跟我哋做運動咯噃，下次再見。